分享3個簡單嘅技巧，可以解鎖 ChatGPT 嘅天才模式。第一，喺所有你俾佢嘅指令結尾，你都加上一句請問我澄清性嘅問題，直至到你有95% 嘅把握可以幫我成功完成以上任務。因為有陣時咧，你俾嘅資料唔夠清晰或者唔夠詳盡嘅話咧，AI 就會亂咁估，或者佢會自己去生成一啲佢認為係匹配你嘅嘢，但係最尾出到嚟咧係其實你唔想要嘅。第二，你可以叫佢模擬一個行業內嘅頂尖高手嘅視角，去提出一啲更高層次嘅思考。譬如好似呢個指令咁樣，我叫佢成為呢個行業嘅 Top 10嘅綜合體，去俾一啲實際嘅建議俾我，然後佢會因應我而家嘅情況，我會再俾出相對應嘅計劃同埋行動方案俾我。第三，如果你仍然覺得 ChatGPT 生成嘅嘢唔夠人味嘅話咧，咁你可以喺翻你嘅 setting 入邊去自定一啲你想要佢嘅思考模式，或者係需要佢講嘢嘅時候，佢要俾啲咩 ideas 俾你，所有嘢你都可以 setting。咁佢以後答你嘅問題咧，佢就會圍繞住呢個 setting嚟俾佢嘅框架去做㗎啦。